哦，哦，听不懂。来，今日本来好笑，好笑。来，公共嘅通济叫人弄。来是新销嘛，一定是新销啦。可以啊，可以。我们今天晚上去等这个地方。外公啦，好啦，外公。退休人员服务证到了。不知道我要跟谁互动啊？那边吼，那几个吼，只叫那两边吼先了吼，咱这边先了吼。咱小到的14月，小到的14月，我的最尾小好的吼，我帮你小好的吼，我的最尾。你下水吼，那是最近吼，不是最近吼，应该是会变的。来，你点什么样子？来，这话这水啊，香蕉啊，香蕉水，咱们来，可以用好啊，用这个苗出来往高里。
大家交流吧，交流啊，就交流，啊，个注意大家发挥完的，不要说注意言语啊，这个呀，好了，现在注意啊，那注意啊，那注意啊，没有，啊，那大家好，这个呀，啊，那注意的心，啊，我们这个家，好的心，哦。你就把其他哦，其他啊，这个感觉标，这个感觉好看啊。哎，这个在大家后来就是这种这时候吼，刷在家，啊在家的时候，啊这种某边的，可能会有这种用的，爱知道人比较多的吼。好了，最后边我用400来赛了吼，我来用400来赛了吼。好来干，来咱现在就是在上面上面还有这些，今天就是咱这个3月21日星期吼，咱要来做这个小聊，这个仪式，现在因为咱主任委员在公安吼，所以专体委员。当然，各位先生，都有咱如果委员的意见吼，都有咱如果委员的选民，咱孙子市议员这个分团，是中案都有咱这周世贤这秘书，这道的秘书吼，都有刘立山的秘书，都有咱这区长，都有咱这咱。民政局的局长来局长到区长，还有到亲戚来到现场吼，而且用咱都有咱国政要现在在对规定吼，这种来利用咱天数这个就是中国就那种这小苗的意思吼，给就是说那种这苗来因为叫咱这个用户先生吼，来对我考虑吼，而且如果讲咱主要咱这个苗吼，对一些文化大家宣传300好来，咱即马吼，咱来主持吼，咱就说将规吼，将规这个这个吼，来就是到跨二吼。但是我的队委带的4位了吼，将是规吼，就今年的主啊。现在最高出来球季的大家啊，好来，将天地呀，昂富哥，我班铁柱，今年，这马咱再来哦，再来咱这马顶级保卫哦，咱这个是啊。他还有单起调来的时候，来
吹咧，我下個地方吹，我吹住查咧查，我是聽前兩邊嘅。好啦，就可以查兩件啫。嘢啱啱冇同，因為跟他呢個我用啱啱冇查，我定得有計就東大啲話問題，呢重點唔係單單呢個影視啊，嘢嘅種影視公開，你都冇人講，你都用中初直頭嗰個花生皮，一兩個字嘅話，一切就去先，跟住同邊同嘅，一兩個，你知道你講呢兩個字咩個抗住咗嘛？佢國學字啦，已經而家咧，啊無啲字都一樣樣，我哋而家都係飛得冇，誒我問得咩？好啦，還好。诚恳更正性的对，全都忘記了。诚恳更正性的对，你哪買啲嘢都買出嚿嘢。才在烟。注意來看呢。大幕咧。在市场金融村，伊咧读书关心。来，全部收音。首先参赛白，再首先白。
三千两百，为中华民国100年岁数举行年，农历3月21日，真武殿将会上了国会，市长黄伟哲、民政局长陈振彪、新营区长魏文贵、立法委员叶美玲、市议员蔡玉辉、张世贤、阿航、李宗翰、谢春阳、老李山、副委员陈国安、副执委员黄春竹、常务监察委员高宪章、监察委员李辉强、赵汉江、孙正杰、郑正良、常务组长孙学国、驻丁组长王清辉、财务组长王汉山、副组长孙庆辉、公关组长朱太阳、主席组长萧金环、国委员孙文强、孙德元、吴坤刚、吴东良、冯秀兰、孙文如、吴俊阳，该先生万六美丽，天成克代，上天祝福，并且南本店天天相对，多代先生特别正。日月中恒，小鸟跟光张开宇阳，他正性南路，万里中变成一件运动歌手的人物，代表相连，万象山毕业，完全相对中原之礼物，组织热带活动，各界一翔，健康松弛在即，完成天人性。一直欢庆，并中安，天天相对，每代先生，心意互动，感情为是两个居民，以普通的人物，是帮助各种人有爱的人，以平安财生，快乐喜气，康健幸福，祝愿万事大吉，安定平安，拜。再拜三拜，庄园广场老板开始先生开发行，土地一位经理人重点人物，下了代表，以及重点人物时间顺利，告诉正常有我的人，永在平安。我有时去行业之后，四地航空，万事解决，三件类，一件类，再件类拜，三件类拜，一来，
来什么两个拼。我看着这里来看来变了，变了这是一边行，是不是今天美国当年吗？一变了，他人中是吗？你看这个，我很美丽吗？新中人员好动作，出来！注意了哈，我看看，我听了然后，来掏钱，来掏钱，掏钱，这是我的。规划，好，再来听数据哈。咱今仔日来建这个苗区，给各位朋友市长来检讨，因为你这种建苗好像使用到了。建规哦，相当有规划来建哦。关于建苗中的关户水降下来，苗中第三规还有咱目前的土地规划哦，来建哦。三规你只有建苗会，因为呢。来，好片哈，再下带。好吧，再吧，王吧。哦，对，哦，这个是。
来啊，那反正是就放心表哈。哦。反正是的。来啊，这来了九条。这里年后宾馆有没有？有。哎，你就是绑按着开始进去，啊，绑着开始进去。啊，先和你这个的哦，这先个的了。还好吗？都跟着东汉一样吗？他把跟着阿市长就还会吗？就这样做，和以前一样。啊，辛苦了。一样。很累。应该很累。可惜我后来没有进去。啊？没有后来。看那多好，看那多好。
尽管有一个你要有人家看的。你有监管，你要你这个人额，你要看得出人啊。你要看得出人啊。哦。哦，这是这样，哦，半跑，哦，哦，咱做事情来叫吼，咱老公去别家人吼，麻烦起来拜见咱遐坐一下吼，到现在再见咱遐坐一下，再用啊。好啦。哦，
哦，不要恶口，不要恶口。非常感谢哦！今仔日这上流的医生哦，除了咱老板师傅咱服务员哦，咱队长，我是小马来介绍哦，咱队长这线生哦，还有就是咱蔡主任做这个路线代志到完之后，拢是来主持的吼。今仔日来主持着咱这个上流吼，而且感谢伊哦，希望讲咱这新妇的啦，咱就这个感谢咱平时就教会另外感谢各位感谢。别安好，咱这个是有心哦，咱这个哦，咱这个心哦。哦，他们呢，就是咱这个是来讲吼，咱本月后准备平安年，咱后年在着咱各位就是在着有种吼，麻烦你是咱吼外口这边吼，咱大家条平安大太钱哦，大家来吃出来平安年。他们啊，谢谢。咱知道就是咧，上咱多吼，这老板师啦，这医生是吼，人家咱知道吼，就在就是吼，临近最后，让我们决定。平安喜呀，平安。哦，哦，放跑了，来当你也读一个，你也读一个，看袂安尼。感谢各位哦，大家来参与哦，今晚咱嘛足少参与着这个啦吼，一个庙宇要上了吼，咱有当哦，无简单会当入去来参与着吼，希望讲大家参与着，大家哦，真是较平安大太平哦，感恩。除了做大家参与哦，来当。谢谢，感恩好，谢谢。上人大典用的敬酒仪式用的杯子。三针还会三针香，还会一元香，黄针手花生米水果平安的汤圆啊，水果啊，那到不错。我起来就坐在上面。你上晚来2點多就來啊？哎呦，这样用花袂，会去烧开哦。等烧起来。豆腐会烧开。
绕三圈，右边60分，那左边40分，绕三圈，右边